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忠心侍奉主，蒙主喜悅。今日經文係哥林多前書3章8節，栽種的同澆灌的都係一樣，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嘅功夫得自己嘅賞賜。今日嘅小故事，有一個畫家好擅長水墨畫，國王就專程去拜訪，請佢畫一隻孔雀。一年後，國王先諗起要畫嘅嗰幅畫，就再次拜訪個畫家。畫家話：你個孔雀就要畫好啦。於是就攞出一啲畫紙，唔使一陣間就畫好咗一隻非常非常美麗嘅孔雀。國王好滿意，但係價錢卻令到佢吃驚。佢就問：只係一陣嘅功夫啫，你毫不費力，輕而易舉就畫成啦，竟收咁貴嘅價錢？於是畫家就引領國王行遍咗畫家嘅房間，每個房間都放住一堆堆畫着孔雀嘅畫紙。畫家話：價錢係公道嘅，你睇起嚟不費力而簡單嘅事，卻係花費咗我好多嘅時間同精力。為咗呢一陣間嘅時間，我可以講我係用咗1年嘅時間去準備啊！我哋一齊默想，每一次成功嘅表現，其實係背後無數次血汗嘅付出同努力。每次嘅侍奉都應係用心預備嘅結果。求主指教我哋，成為忠心有見識嘅僕人。我哋一齊禱告。掌管宇宙萬物嘅主宰，你係榮耀嘅神，我哋稱頌讚美你，你配得我哋敬拜侍奉，我哋要一生忠心侍奉你。感謝天父賜俾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恩賜，讓我哋能夠喺唔同嘅崗位上侍奉，以拓展你嘅國度。求聖靈幫助我哋，喺我哋侍奉嘅職份上都能夠盡心竭力，願意付上代價，努力做到最好，以得主嘅獎賞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哥林多前書3章8節，栽種嘅同澆灌嘅都係一樣，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嘅功夫得自己嘅獎賞。